为着要应用少子化的对策，议员孙振东首先针对各区正式亲子幼儿园甲特色公园来甲市府讨论。议员认为，伫咧今年5月剪彩来启用丁美特色公园效果真好，希望会当扩大到各区。看是要找适合的地点，还是即卖公园来去改造，甚至会当积极挑战性体能公园嘛袂歹。那第一个呢，我想要跟我们市长探讨的一个议题是，首先特色公园的部分，很感谢我们黄伟哲市长在2019年，其实很多议员在今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才提到特色公园，但是市长呢，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非常有前瞻性的去推动了顶美特色公园的一个社区邻里公园，要求我们的中西区公所，还有特色公园的妈妈，以及我们的地方的里长来去共同研拟这样的一个社区公园，是不是能够让它更加的活化，更加的让更多人的喜欢这个公园。但是呢，我们更要去想到的是，中西区有顶美，那北区是不是有机会未来有一个希望的特色公园，可以来让我们的邻里的市民可以享受到？事实上，台南市的第一个特色公园是在我任内完成的。那这个是李梦燕市长前代理市长规划，然后在我的任内完成。所以说，我们的为这个现在已经有几个，17个，是不是？17个，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规划中的施工中的，已经有17个。所以我们的速度在2年多、2年半以来已经非常快了。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我不是说您啦，我说有一些恶意的人他们刻意的去做这样子的操作，让人家觉得很失望，说什么别的地方怎么样，我们都已经在做了。那做的人没有被肯定，还要被人家那样，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不过您说的北区，因为北区的人口数也蛮多的，我们也愿意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或是一个合适的一个空间，或是把一个现有的公园把它再加上一些特色化。除了关心亲子休闲，另外少年人的创业阁有新创园区的规划。虽然市府有创建入口网站，但是网站欠缺统整，嘛就是市府各局处的横向联系。对此，市府回应会赶紧整合。市长在这个上任以来，就有沙仑新创园区，或者是营地，或者是强化企业财务应变的推动办公室及台南市中小企业服务团，虽然都很多，但是我们更期待说好就要更好。所以呢，有做了之后，我们更希望说，是不是未来有一个创建的入口网站，让资讯分类汇整可以去加以统整。好，谢谢沈议员的提醒哈，这部分我们会再盘整一次，然后针对关键字的部分，如果有机会，我们会透过关键字的部分再做一些总整。除了关心地方建设，另外议员嘛替消防人员来请命。议员以咱市的消防人员服务比例是1位消防人员爱服务1656个市民，6都排起来嘛是算普普。不过按照内政部的要求是平均爱清1/3，表示台南至少阁欠缺300位消防人员。对此，消防局长回应，消防人员培养至少爱2档以上，阁加上有算的问题，市府会来继续努力争取。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